26节一开始，第二节，那台语是讲个性行也亲像安尼，好。其实它希腊文就是一个相同的，个性型啊，亲像安尼。英文很简单讲，in the same way，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哈。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有延续前面的概念继续讲的哈。一共性行嘛是安尼，性行啊啦，夫妻咱的能讲，上帝他就扶助帮助我们的软弱啊，什么软弱？什么软弱？等一下才会讲怎么样连到前面哈。他这里是说，保罗一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那唔知要安怎祈祷哈，唔知要安怎祈祷。咱刚才要安怎祈祷？各位下这基督徒，你知不知道怎么祷告？知不知道啦？知道。啊，每次要你们祷告，每个人头低下去。好，为什么不知道哈？等一下一起讲为什么不知道哈。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可是圣行替咱祈求，圣行替咱祈求，是怎么样祈求哈？来，我用3个讲法哈。第一个是和合本写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第二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改成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一样是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台语是讲圣行家己，家己这个翻译是最好。圣行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吐气哈。你不要想亲自，好像很严重，没有，就 himself， 就是圣灵自己，他自己为我们祷告，他用什么祷告？这个希腊文不好翻就是说说不出来的叹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不是文字的，不是文字的啦，不是文字的，是一种吐气，是一种叹息。这个字其实不是在这里才出现前面如果你看22章，他说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到这时要得三甲吐气，那个和本翻的呻吟，然后呢，他也写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得到圣神陶水的果子的，也是心内家己吐气，我们也是一起呻，就是说受造之物都一起呻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起吐气叹息。然后呢，现在连什么？连圣行啊那，马嘎当这会吐气，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干嘛？你记啊那。加派鬼，连圣灵都跟我们一起，你自己加派鬼是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最后面会讲这里是说，圣灵用说不出，用圣行用无法度言语表达的吐气替咱祈祷。不过迄位监察人的心的，那是指谁？上帝以知影圣行所体贴的这个修订版翻得很玄就简单的讲，就是上帝知道圣灵的心意，因为圣行是照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的求跟这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如你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祷告，当然上帝会应允常常我们都是照谁的心意祷告？我都照自己的心意祷告所以圣灵才会吐气圣灵知道上帝的心意，每次都看一看，我们都跟我们的心意怎么样不一样他用叹息替我们祷告用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这里讲到三一上帝然后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既三又一他三个不过不是真正分三个
你说它是三又是一，这无法度用人的理解来了解吼。啊，不过吼，会当用距离这个概念来揣摩为什么需要三一吼。三一的状况没有办法解释吼，就直接先讲，人没有办法明白。啊，不过为什么要有三一吼？上帝是按那设计吼，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吼。咱若去想讲，这个上帝天父上帝是创造宇宙的迄个上帝有大无？大不大？大而可畏，离我们怎么样？很远很远哈，远才会可怕，对不对？好，远才是敬畏，太可怕嘛。啊，不过这么远的上帝，咱伫伊的面头前，就变成什么？很小很小，小到比奈米还要小。好，你怎么可能？各位兄弟，你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存在，要跟迄个像你大的上帝要结连有关系？那很难想象，是不是？啊，不过当这位上帝伊得成肉体，吼 ，incarnation， 他就道成肉身，成为什么？耶稣，好，成为耶稣，成为基督，他就在我们当中，哦，耶稣基督成为人，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朋友，这就可以观察了，是不是？至于耶稣是会当观察，是会当就近呢？距离怎么样？比刚刚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怎么样？近很多了哈。好，这一位加最狼的兄弟，刚刚这滚外，好，可是还有更近的是什么？圣灵，好，圣灵在哪里？啊？在我们里面，对不对 ？In us， 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不止在我们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 among us， 它一起在咱的内面，嘛在咱的什么会？中间哈，在我们中间，这个在我们中间是基督徒爱去这会要很审慎去思考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它的底外内面的概念啊，是安怎在 among us 是很重要的哈。咱知影，尤其是咱即摆基督徒拢会分大细声吼，哦，你这个灵命比较好，你跟上帝比较亲近诶，你较大声，对不对？那我今天才受洗的哈，我们今天有3位姐妹要受洗，今天才受洗一定是上细尾，对不对？是不是啦？哈，是不是？哦，这样上大声的就可以指教说，圣灵昨天跟我讲，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啊，古灵教会不会，你以为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哦。哦，大声的基督徒就说：“圣灵昨天跟我说，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各位小姐，这么大声的基督徒跟你讲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啊，圣灵跟我说你要给我100万啊！圣灵说的你还偷笑，给不给？啊，为什么不给？圣灵说的你还不听？你要怎么回答？圣神跟我讲呢，你爱给我100万呢？你要讲啥？伊不跟我讲啊。这个就是 among us 的意思，听懂意思吗？不只是 in us， 它是 among us， 圣灵是在咱的中间呐。伊袂敢跟我讲，知无？伊嘛会跟你讲，你要给我不？还是不要，对不对？我们还是会听自己的哈。我看过一个那个网络上的小影片，一群基督徒，然后底下记得说：“主啊，求你替你恩恭维吼，你要教导我们怎么在世上要怎么过日子。”7、8个基督徒在那边很虔诚的跪着祷告啊，主啊，要教导我们怎么过生活，我们要做什么事，你要亲自告诉我们。哇！他们你看你敬神记得了哈，哇！砰！有声音从天上下来，那个上帝跟他们说：“你们要变卖你们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这些基督徒猛港起，然后忽然有一个就说：“鬼啊！”就赶快跑了。你要上帝跟你讲话，结果
上帝讲的话跟你想的怎么样？你就以为是鬼，对不对？难怪现行也偷窥好，就这里，你从这3个距离，你怎样三一上帝是必要的。各位在咱怎样如果太亲近，就不会敬畏，你知道不？太亲近的拢，你嘛头壳巴雷太亲近就不会敬畏所以那个天父大而可畏的形象是在的。所以各位其实，所以我不太赞成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会说：“哦，亲爱的主耶稣，不然你记得不？不然你记得不？”神学上没有错这不对。你说亲爱的圣灵就不对了亲爱的主耶稣 OK。不过你常常这样祷告，你的上帝观会出问题。就是说你的上帝那位较大那位上帝没去那个大而可畏会惊，会让你着惊那位上帝没去。你的上帝的形象都是什么？慈爱的兄弟 buddy 的那个上帝所以基督徒很明显跟犹太人的比较，犹太人比较怕上帝，咱基督徒较袂惊上帝。从三一上帝来看这里有一个神学家说，有一个神学家德国的神学家，他说，他说基督徒的基督是拉搅动宇宙的大事件。为什么？他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都是搅动宇宙的大事件。为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各位您听清楚，你的祈祷是上帝在跟上帝讲话。他说你的祷告就是上帝跟上帝讲话。哪一个上帝跟哪一个上帝讲话？好，今日的经文不是讲圣神用用土气替你祈求，所以是圣神上帝在跟天父上帝在讲话，是不是？这是不是宇宙的大事件？其实不只是安尼我认为该加一个，是伊讲是上帝跟上帝讲话，而且是安是借着上帝。借着上帝跟上帝讲话，我是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吗？借着上帝是谁？咱基督徒拢讲啥？In Jesus' name， 对吧？奉耶稣基督圣名，是透过耶稣基督，讲一个基督的形成，一个基督是人透过耶稣基督内面的圣神上帝，在甲天父上帝在讲话。哇，这个事件有大不？各位，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祷告好，我还没有讲为什么偷窥，对不对？好，没关系，讲下去。保罗说：“万事拢安那？搁咱知万项事三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万事都互相效力，让什么？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这是一种圣经抄本的写法其他的不同的圣经抄本，就是说不同的那个希腊文的来源有的是这么写这样写其实才是它原本文法的写法，即便没有写出来讲上帝和什么会？上帝计划和万物拢互相效力要互什么会？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你们是不是爱上帝的人？跪下这里，你们是不是说要给你们利益了，还不赶快点头？你们是不是爱上帝的人那爱上帝的人，咱前几礼拜就有一个讨论呢。你听上帝，有超过听家己无？有超，
莫讲遐紧好无？有超过疼家己无？有超过疼你的爸母、囝儿、某囝有无？讲完了，大家一致说无安尼吼。其实我上次有讲过，那个不是那个比较，疼什么人？咱讲过啊，我说过了，那个半夜3点被女朋友问，你要选我还是要选上帝？怎么选？什么？在上帝的爱里面选择你，你就知影，其实上帝是大的。好，你无法度疼爸母赢过上帝，你敢会当理解你伫上帝的疼内面安那疼爸母？好，这是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好，你怎么样在上帝的爱里面爱你世上的人？这是要学习的哈。好，所以要互疼上帝的人拢得到利益。好，按照这个就麻烦了哈。按照他的旨意修掉受招选的人哈。现在的整个剧情麻烦的地方是从这里开始，保罗跳出去改水，跳出去改水了一个也等来哈。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常常就是等保罗跳出去改水了哈，一等来啊，人家别等来。好，我们还在外面，所以就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哈。好，今麦保罗要跳出去改水啊。收掉的人什么意思？受招的人哦，受招人是什么意思？哈，咱知影，咱就是一定拢受掉的人，哈，咱的组织的叫做什么？哇，怎么？先不要出来，先看旁边。咱的组织的叫做什么？教会哈，咱知影，教会不是指一个所在，不是指一个建筑物，不是指一个组织。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是咧讲啥？人吼，你甲想象做会众就好啊。好，教会这个就是会众的意思。好，你讲固定教会，就是伫这个所在在聚会的迄群人，叫做固定教会，唔是这个 building， 唔是这个房间，这一间叫做叫什么？什么教室？礼拜堂啦，哈，教堂啦，哈，这个叫教堂，这个不是教会，哈。我说不，比如讲，啊，咱今晚哪要参加？品营，咱今晚哪要参加品营的婚礼？啊，拢去什么餐厅？要去倒一间？启隆长老，倒一间啊？嘛，大家想一个，所以免想一个，要对啦。要国宾哦，伤远啦。好，国宾吼，好，咱要来国宾啊，参加品营的婚礼，啊，咱拢伫国宾饭店，啊，即摆过年教会伫对，过年教会伫对啦，就是国宾饭店啦，哈，好，这个是礼拜堂，这个是教堂，哈，伫咱新约的概念，在我们新约的概念，这里不是一个神的所在。跟他以互上帝使用的时阵，我们现在在做礼拜，它是被分别为圣的。好啊，那拢照料，这里所在就是一个空间，好，它不是圣的。听懂我的意思吧？或许有的牧师不这么认为了哈。他说礼拜堂就是神圣的，礼拜堂不但神圣，而且这里比较高的地方更是神圣中的啊那神圣。我上礼拜去的教会就叫我脱鞋子，我上来讲到脱鞋子哦，好险我袜子没有动哦，就脱鞋子上来讲到哦，那个脱鞋子走在这边很难走，我都快摔倒哦，他就认为这里是什么神圣的哈，没有，各位看这一波啦哈，那个空间的神圣，在它的使用哈，第一使用时阵哈。是被分别为圣的一个空间哦，好，啊，恁无伫的，你要知加拢啥物回？你知无？都是蟑螂啊，好，现在会麻烦在哪里？哈，现在要讲几个不好解释的概念。咱是受掉的人，组织咱是教会，伊家在讲的哈，从28节开始。
29节开始哈，因为伊我先念，因为伊所大先知的，就大先定着因甲伊的囝的三同款，互伊伫最最兄弟的中间做大囝，各所大先定着的，着就照因所照的，就称伊做义，所称做义的，要互因有缘根。你们绝对搞不懂他在讲什么哈，他只是用几个概念在讲说，这些人是上帝预先知道的人，伊大先知影的，伊就大先预定定着因来成做上帝的囝。这样其实也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既然就先招他们来当上帝的儿子，上帝就称他们为义，这里就听懂了哈。上帝就称他们为义人啊，叫他们得荣耀哈。底下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预知预定哈。这个是这一些神学家，包括保罗跟以后的咱的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讲的预定论，是对这段经文衍生出来哈。什么叫做预定论？最基督徒最新学家就开始在玩计啊，是到底是我决志要做基督徒，还是上帝安那大先知影伊先预定我成为基督徒？我现在是问问题，你们要回答我啊。是我决志要洗礼节哦。今天有3个姐妹要洗礼哦。你问他们是不是自己决志的？好，是我家己决定要做基督徒的，还是上帝大先伊的预定我将做基督徒？那上帝预定，那他们干嘛决定？好，所以神学家们就吵到分2派分3派都有其实我不跟他们吵我认为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我常常的讲各位兄弟，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超时空的存在。我安尼讲有了解无？上帝是伫时间以上的，我安尼讲有清楚无？当然，我们不懂这是什么状况了。反正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徛伫时间以外，敢若伫时间以来的人会有预定的观念，听懂我的意思吗？敢若伫时间下面的人会有过去、现在啊，甲啥物货？未来。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款的概念，若放伫时间之上。就不是安尼想啊，有了解无？伫时间的下面才会有原因跟什么后果跟结果。那时间以上不见得是这么想了，听懂我的意思吗？各位这怎么想我也不晓得。就是说，在时间轴以上，那是上帝所徛在的。时间轴是上帝是超时间空间的存在，它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他预定。你知道我的讲啥不？预定是人在时间下面的观念，所以才会去跟人的决定产生冲突。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想那圣经要下预定啦，其实。这个写法只是在告诉你一个概念：你的得救，人的得救，人的受掉，是出自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他没有在跟你讲先后的问题。你要讲预定这个观念，就会去想先后，是上先的，是上帝先决定，还是人？决定性，我们会跑去思考这个。可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的是，这件代志呢发生在时间轴下面，才有谁先的问题。如果发生在时间轴上面，上代先是无意义的。安尼有了解无？有了解，唔才奇怪，我嘛唔知我咧讲啥。
你大概要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在描述说上帝预定你得救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安尼听有无？听有无？因为上帝是什么？是超时空的，就没有所谓预定的问题了。安尼知不？所以我们就不用跟那些神学家吵。安尼知不？好，所以上帝预定你得救，这句话其实不是在告诉你时间的先后，其实是在跟你讲，你的得救是上帝什么？主管是上帝的主权。好，刚才是要讲安尼两样。好，所以咱就会让跳过保罗这一大堆的讲法了。好，保罗讲好多哇，其实都唔知要讲啥。好，就是他都要念过啊。哈，好，那我就要讲受苦了，到底是咧偷窥什么回啊？好，保罗讲，既然如此，既然是安尼，咱对这个书是要安怎讲呢？哦，31节。既然如此，对什么事？哦，这个什么事的这个事，就是会害到基督徒在偷窥的原因，害到前面讲的一切受造之物拢在偷窥。啊，基督徒虽然已经得到上帝囝的身份，也搁在偷窥，害圣行嘛，甲人安那，只会偷窥。哦，那到底是怎么苦难？看下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状态哈。哦，怎么都跑出来了？基督徒的状态就是已然而未然，哈，依然而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哈，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件代志已经发生啊，啊，不过结束啊未？啊未结束，就是讲各位兄弟，恁真做上帝的囝的这件代志已经发生啊未？你们是不是啦？可是完成了没有？还没有。这个就是基督徒在世上会偷窥的原因。什么意思？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国的百姓，啊，不过你犹原搁活伫对世界。你明明有上帝国的价值在你里面，可是你活在世界，能用上帝国的价值活吗？什么不行？当然要啦，只是会活得怎么样？活到偷窥啦。好，你会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适应，因为就好像你就想象，如果你是一个纯粹台湾人，纯粹的台湾人，加不是纯粹哦，纯粹的台湾人，你来吃物件，大家吃到饭较会饱，对不？是不是啦？啊，大家还有萝卜伫里面，吼！啊，你即摆来去一个所在，无饭无肉，你要安怎？日子嘛是爱过对不？会痛苦袂？会痛苦袂啦？好，你就想象是这个样子。你是上帝国的百姓，可是你活在哪里？你活伫世界，好，盖着一价值。盖着的定数，盖着的想法，其实是袂合，是不合的。可是你要选择，你要在世界上坚持上帝国的价值，还是讲你要在这个世上你入境随俗？基督徒，咱若是世界用世界的方法在过日子，表示我们入境随俗，你敢会偷窥？会不会偷窥啦？不会啊！你连讲嚯送，这赞。好，你用世界的法则，你活在世界，你当然活得很好。上会偷窥，什么上帝的偷窥？上会偷窥是咱这基督徒，若要坚持在世界上活出什么上帝国的价值的时阵，咱就会偷窥。他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可是是未完成事，是未然，已然而未然，阿未结束的。好，所以我们会感到比
其他的人痛苦。不过这里保罗的安慰就是，所以咱既然和上帝称作义，上帝要和咱得到恩光，上帝若为咱，我们这边如果有上帝站在一起的，谁能抵挡我们？好，那上帝，咱咧欠这欠缘这欠缘，我们欠这个欠那个。如果我们去思考，上帝已经把伊的独生囝安那，送互咱啊，伊敢唔甘其他物件互咱？上宝贵的拢互咱啊，他当然会把其他的怎么样，也给我们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开始在讲啊，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所拣选的人？因为已经有上帝称因做义啊。这个我一定要解释一下。他说：“谁能控告基督徒啦？恁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已经称恁加做义啊，所以都不可以批评基督徒，对不对？是不是啦？”哎呀，都没人回答我。基督徒做错事都不可以批评，对不对？咱哪这么多代志，今麦人要甲咱批评，咱就说上帝已经怎么样，称我们为义了，对？谁可以怎么样控告我？我是上帝拣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啦？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啦，这个意思跟这句话跟下一句，跟下面这句是意思是同款的。谁能定他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这个控告定罪是上帝的权柄啊，好，这是一样的概念哈。那如果我们咱是去上帝拣选的人，咱是耶稣基督替咱死的人，好，没人会当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这里保罗就下一个结论：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好，他答案乐乐等。长到你不晓得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从第35节，一嘴为截断咱伫基督的听，后面都不是答案，后面都还在问哦，会是患难，会是困苦，会是困毒，会是枵餓，会是痛體，会是危險。会是内刀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恁的缘故，终日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到这里都还没有答案。好，他是说什么可以隔绝我们跟基督的爱？是这个吗？到这里都还没有答案。好，第37节，反正伫遮的隆重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还没有答案，好，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都得胜有余，好，这些患难对我们来讲都得胜有余。第38，因为我轻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是现今是将来有关联的，是悬的是深的，也是别的受造的物，讲那么多对不对？现在才讲出答案，拢袂为截断。咱伫上帝的听，好，所以答案是什么？不能。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啦？我刚刚念了一大堆，其实保罗只是要说不能而已啦。好，这个真是很长舌的保罗哈，他在讲谁可以有什么可以隔断我们跟上帝的爱呢？是这个吗？是那个吗？是那么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他说是高的吗？是深啊？是任何的动物，他说答案是什么？不能。好，然后他还有玄机，伊讲拢袂为截断咱伫上帝的听，不过一开始是咧问讲，咱甲基督的听对无？即摆开变为上帝的听，所以还要再解释一句，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所有的听。好，看下这保罗在鼓励谁？在鼓励受苦的基督徒。好，在鼓励受苦，也是感觉这个路行袂去的基督徒。好，他觉得这个生命走不下去了，各种的理由。好，各种的理由。看下这，你有没有活到一个地步，你感觉你的路行袂落去啊？
啊，你们都没有？王长老都很有信心哦，没有。我也有呢，我就觉得啊，不想活了哈，啊，不想活又不想乱死，对不对？我在做梦哦，我有一个死法很好啊，怎么死？我有剧情的哦。我有一天走在路上哦，遇到抢匪抢银行，抢匪有枪，对不对？然后就开枪打伤警察，然后我就一个箭步跑去保护警察，捡警察的枪，跟抢匪开枪，然后把抢匪都击毙，然后抢匪死之前开枪打到我。这种死法有没有很英雄哈？会不会啦？啊，很幼稚。世安长老说很幼稚啊！这个死了，大家还会报新闻，对不对？好，而且我还跟医学院讲好，我要做大体，你知道不？好，我要捐去大体，你看，所以大家还会给我鞠躬。我讲这唔免啦，虽然遐艰苦，你感觉你的日子过袂落，你要拢吐气甲连圣神伫你内面嘛，甲你做伙吐气。你感觉你日子实在过袂落，毋过你会去保到伫遮的提醒，无任何什么款的存在会当截断你甲耶稣基督中间的疼。上帝是护佑你的，是顾惜你的，没有任何可以阻隔。虽然你即马这痛苦，你很痛苦，然后你也惶惶不知所措。你知道有时候很痛苦，还不是最难过的，是茫然，都唔知要安怎啊，都没有一点点力气或是动力往前走。你知道有时候痛好呢，痛就表示你在，对不对？听的是要搁伫遮的嘛，对吧？你若规个身躯，你完全都没有动力，完全都没有理由，完全没有一个答案。保罗也搁要甲你讲，上帝要互万事安那互相效力，要互听上帝的人安那得到利益。看这你得有这款的信心，你爱知影你无互上帝放杀，你爱知影上帝永远甲你藏伫伊的手中，你爱知影你是伊目睭迄个瞳人，伊是珍惜你。虽然你无法度，虽然你拢感觉拢无声，这个上帝哪会到咧？毋过你犹原爱甲保罗的话听入去，无任何会当截断咱甲基督的疼，决断无。咱同心来祈祷。